台湾青南片的垦丁当年游客超过600万人次，见到热天春南音乐季，韩国新庄石头离沙路天唔得多哦。今年5月的可以超过14年的垦丁游发励志度假村传出讲模范片路线营运呢，引发起大嘅议论。黎明内政部营建署屯屏东县政府全面清查垦丁国家公园范围度项各级饭店同民宿。总共有424间，合法的能52间，唔合法的300间业者违法长途无享用，为听人能变做合法的何时何工。业者也归不满，讲国家公园唔前设立嘅下一年路提计嘅，农经教受到很多嘅限制呢。故所之内持久会打算长期抗争，要求对国家公园划出去秋天合法。台湾各地安尼嘅事情许多哦，係法令停硬條嘅，也算過時嘅，或者係管理出嘅問題呢。接下來對垦丁民宿發展嘅背景看起事。一輛遊覽車駛入垦丁，萬二來一條大路，按做台灣路，本單設計係做垦丁大街外環路，也今年發展得當好。颠倒變做一條民宿大街，土路順刁難嘅抗議拍布條，天天風飄啊飄。土垦丁大街巷刁定行下道抗議布條，又拍，年規排，加訴求既有部落劃出國家公園，土頭民宿秋天合法。就從那個幽火的事情發生之後。垦管處就開始來清查這些不合法的民宿，就開始開單，每家都花了3000塊。3000塊，那我們就趕快集合我們所有這些當地的民宿，我們就開一個會議，說我們就開始綁白布條。今年5月開發超過14年的垦丁遊發勵志度假村，因為下網返聘出現營運引起爭議。下後，內政部營建署同屏東縣政府清查國家公園範圍內嘅各級飯店同民宿，包含觀光飯店、一般嘅旅館、特色民宿同一般嘅民宿，總共有424間，其中合法飯店同民宿佔51間，有373間按道也係違規使用，也因為違章建築唔合法。垦管處同時提出民警同管理，一方面葡萄其合法。另外一方面，開出體集團的違反國家公園法案件同地帶，準備法例。基本上，它符合國家公園土地使用管制，才有機會合法化。那些裡面在73家裡面有那個47家是違反國家公園的土地使用分區管制，這些是很難機會來輔導合法的。垦管處想法本單主希望國家公園度有太多建築開發。簡單來講，做分期管制，迎合到國家公園內部協議。整個恆春半島，包括車城、恆春，還有滿洲，都是一個恆春半島一個區域哦。它整個發展是一體的。那我們希望都是國家公園的一些旅館、民宿的發展往恆春這邊發展。那白天可以到國家公園的各個自然景點去做遊憩的一個遊憩使用。風災而來之前，就算垦丁南灣的風浪安泰，還係當唔係高水人潮。垦丁的發展大體做得分做3個階段。特色國家公園之前，垦丁係天然美景有名嘅，一年人客千到100萬人次。民國70年代開始有變化嘅，71年成立垦管處，75年這樣是用日本的槍木集團同日亞航來台灣去開設飯店，變做台灣第一間5星級度假飯店。76年戒嚴過後，又開放垦丁的沙巴，旅遊人次超過300萬。下後垦丁觀光發展人進來更多。民國90年代起時，政府實施1禮拜了2日，又韓國春浪效應，漸漸地變做一下發展安好的垦丁，一年人客至少600萬人次。以前一個凱撒飯店，國家公園嘛冇成立的時間，他趕人來到垦丁，人去兩個地方，一個路到台灣8景之一鵝鑾鼻，去看燈塔。一個呢，都上到山東方去看嘅墾丁公園，都更加墾丁森林遊樂區。但等於開始一發展起來，又起一條海繩，前面又有個沙灘，
哦，他赶紧都变得讲哇，拥有安好的一个素材。有4大风景区，就是垦丁圣游乐区、鹅銮鼻、猫鼻头跟嘉乐水都有很多人。后来垦管处介入了，好像是74年、75年他就来了嘛。他来他是生态保育，哦，讲老实话，他也没有什么带动到这边的观光，这是一个自然的气候形成的，说那么多客人来。垦丁国家公园呢，那就是从梅澳路开始来呼吁。现在已经呼吁非常成功，而且呢，他呼吁成功之后呢，把这个呼吁站呢变成一个教育的场所，我感觉非常好。一大批喺沙灘部落，咩台灣唯一復育梅花鹿嘅基地。到荷蘭時代，台灣是喺梅花鹿嘅天堂，因為昨天超過嘅17天，垦管處來過後，20年來復育成功嘅幾千條。就算有人唔認同垦管處對地方嘅管理同限制，牽涉到生態保育一方面，還係本地前提呢。最近幾年，我們一直在推展生態旅遊，輔導很多部落，然後來進行資源的調查巡守，這部分呢給地方經濟部落帶來一些經濟上的收入啦，改善經濟一些改善經濟結構。這部分我們相信是對將來國家公園的推展是有幫忙的。也跟我哋都支持國家公園管理處可以繼續對一個保育的一個方式對保育下去。但是對一個繼承的一個事實，比如講一個垦丁地區，伊變成一個商業區的時間，一個商業區的本身用的來推輔導。要給當地的居民怎麼樣來輔導他，變得可以讓他呢能夠也是可以在這，因為一路卡嘛。華山生育、華海生魚，從民國70年以前，垦丁廈門萬億國家公園，嗰陣時還係生魚村，喺度海船注意種嘅，喺度山鄉嘅排灣族部落注意打獵稻樹嘅落實。因為管理處提參70年成立的時間，一路開始限制本地啊定一邊的居民唔可以再去撈嘅唔可以再去撈一條動物嚟一條樹嘅唔可以亂壓會變咗一個問題出來啊！拄好一個觀光人潮入來嘅時間，一路可以整個拄好都當地嘅居民都看到講哇，按到人潮無奈hết，剛才拄好有個我拄好有房間，1間2間，甲5路來也hết嘛。既然同國家公園都冇辦法種嘅同打獵，種唔得每本老百姓落實啦。咁樣是按多人客來到垦丁，每搭沙最有錢係5星級飯店嘅時節，菜地發展起來民宿，拄好補嘅一個橋，向下創造嘅垦丁嘅好光景。對安樣嘅基層事實，是因為國家公園法同都市發展嘅衝突，形成一下按多唔合法民宿嘅現象。早期我們這個平和公路啊，它拓寬的關係，而拓寬呢，房子呢沿着這個馬路打掉了嘛那他就沿着馬路這樣蓋了之後呢，他要申請民宿，這個就很困難了。那為什麼呢？第一個，他沒有建築執照，沒有辦法合法；第二個，沒有使用執照，因此他就沒有辦法申請民宿的執照。像垦丁業者，他們目前幾乎應該算是7、8成都是舊建築了。也就是說，在早期他在整修房子的時候，他沒有去做申請，導致他現在後續要去做變更的時候就沒辦法。他後續他在申請民宿的時候就沒有辦法了。問題係同民國94年過後，垦丁地區嘅監管同執照分離。咪再講，屏東縣政府審核民宿執照，監管是交本垦管處來負責。國家公園從91年接監管之後啊，我們當然落實建築的管理嘛，包括建造的合法、使照的合法，還有違建的拆除。那這一部分因為違建有在拆除，所以能夠相當有效的遏制一些不當的開發了哈。那這一部分我們對國家公園的資源保育有相當好的一個效果在。縣政府它的法令比較適合我們這些百姓，比如說要申請。才不有2個政府啊！像我們要蓋着房子，也要縣政府申請，也要垦管處來發建造，這是1國2制的法令不好，我們要回歸縣政府就對了。
對屏東縣政府來講，也係一個兩難的選擇。照也情形，到審核民宿執照之前，縣政府冇辦法講土地同建築有合法冇，才結束所有核查壓力。不過係講監管交轉本縣政府，驚怕係一個很較大嘅災難。屏東對清北的高速到清南的墾丁有8個人公里，也是搶一個集合的人力聽聽。100多公里，真的是南北狭長。那另外屏東縣還有8個原住民鄉，我們還有一個離島，離島就是琉球。那這幾年也是觀光業蓬勃發展。那在這麼大的區域裡面哈，民宿通通都在發展當中。那以目前哈我們縣政府的一個財力跟人力來講的話，我們要去做這麼大面積、這麼狹長面積的一個集合哈，那確實是有非常大的一個難度。我覺得就地合法當然這難度是比較高啦，因為使用基本上你有些土地，因為有些你的建築物你不可以超出你的建築物的本身的產權是否有清楚，那你是不是有佔用到國有土地、林班地或甚至道路、巷道，這些都是問題。那如果說你的本身房子的產權是清楚的，那當然是 OK。那本身如果你的房子搞不好是兄弟共有啦，或是跟家族的關係，那些都是很複雜的一個問題。照也法令需要有小可的違建，監管就當難過關。屏東縣政府希望用送同來兩隻立體來做，送的部分係對下向上，監管同申請民宿先做部分的分離，先將民宿送向合法，來一部分係對單個下來。用法律手段納入管理，應該是把建管跟民宿管理稍微可以去做部分的脫鈎。那所以呢，只要我們大概有經過一個會議哈，邀集墾管處也好，我們這邊的建管單位也好，相關單位一起來研討之後，我們就有做成一個決議。那把民宿的民宿的申請跟我們的建管其實是脫鈎的。但是我要強調，所謂建管脫鈎，並不是全部你有任何違建我都不管你。在這樣的一個建管脫鈎情形下，你是必須不妨礙公共安全為主。按照考慮實際情形，要本一隻合法係動態工廠，違法長途無強嘅一隻未當清楚。不過佢哋不滿嘅係政府常常自己講嘅聽數，佢按多年來太常喊出來要求，既有鋪落劃出佢個公園，三無成無實。地方還將墾丁國家公園同核三廠3軍聯訓基地列作恆春3害。我哋墾丁嘅人吼，一到8年前就喺度提呀。那個墾丁公園係差唔多70年嘅時間來設立嘅。見講我哋人比啊來一行個做，唔過數到人嘅限制。古時我哋見講睇墾丁嘅大街小巷吼，我哋全部掛嗰種白布條嘅抗議，我同我哋吼畫出來。這個地方就是一個我們知道的核三廠一個範圍啊，它在國家公園成立前就已經存在的啊，所以它不屬於國家公園範圍裡面。用同樣道理，蔡天認為墾丁大街人口按多，每套國家公園設立之前就以為應該要照核三廠對墾丁國家公園範圍度劃出去。一個睇恆春半島吼，發展廠都冇睇國家公園地盤。做嘛嘅人哋一個墾丁，按多年喺個地方，同一個私人嘅環境、一個觀光嘅環境都冇相關嘅，人哋都唔可以劃出去。一般嘅百姓吼，都可以希望講，可以同人哋人吼劃出去。國家公園係講風景、講私人嘅動物吼，咁人哋人呢唔係受人哋重重嘅限制嘅。不管它劃出去也好，要順控的一種的改善也好，都有方案，但是目前為止，我們還在評估看看是哪一個方案比較好啊。當然劃出去的話，好像國家公園就沒事，事實上它還是在國家公園包在裡面嘛，國家公園還要概括承受整個責任嘛。我們強烈建議哈，那把我們整個的民宿管理辦法做一個大調整，也就是說，我們不要再去管它的一個申請門檻設立太多，反而是既然它是一個副業，那一般民眾我就住在裡面啊，有一些旅客進來的時候，應該也是在同一棟建築物裡面建築，那我們應該管制它的是什麼？它的公共安全，它的消防，然後我們管制它的保險。墾丁劃出國家公園冇，內政部還檢討評估階段。我發言之一咧，民宿管理辦法已經對民國90年聽到一下，地方政府建議應該修法咧。人客到墾丁歇業，免冇先看一間民宿有合法冇，
事实上合唔合法，同民宿成立好坏没无关系。安尼按样本按到嘅民宿先纳入合法嘅体内来落实管理，係唔係比法令限制面目密切更加重要呢？